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谷刘浩明。拳击运动，如我哋讲嘅打拳系一个quite古老嘅运动，差唔多睇我哋嘅西元前1700年，都已經有拳擊嘅運動嘅，都更加嘛係奧運嘅正式嘅一個比賽項目。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來自我哋咧太湖山嘅山腳，我哋女浦農工嘅拳擊教練，我哋傅志群教練。傅志群教練一出世咧，睇一啲我哋拳擊嘅世界，亦都有個爸爸，好傅東光教練嘅書香，就下我哋女浦農工嘅拳擊隊。同時嘛，把我哋太湖山腳一個偏向嘅肢體，傾出自家人生同傾出自家嘅自信。我哋今日有請到兩位教練來到我哋現場，我哋馬上歡迎兩位教練來到我哋現場。第一咧，都歡迎我哋咧傅東光教練，東光教練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傅東光。好，同時也會來嘅，同埋傅志群教練嘛來到我哋現場，志群教練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女浦嘅傅志群。我哋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嗬。我哋第一講其實睇我哋咧東光先生嗬，東光教練，幾早以前都開始嚟推展我哋嘅拳擊運動，尤其係睇我哋68年嘅時間都睇女浦，我哋而家女浦農工啦嗬，以前係女浦農教都成立咗拳擊隊。我想請問一下嗬，當初做乜會想到啲按做嘅年代地步去成立呢個拳擊隊啊？佢下嗬。我哋正好有人喺屏東市迄個拳擊，而咧練習嘅時候，我咪自己看伊就問我個學練嘛，我個好啊，伊就教我。教佢下，我細個下有迄山地農教，今年內部農工，我就喺度熟悉。畢業以後，我有一方面全勢做，一方面就立刻練拳擊做運動，佢下有學校學生一個原住民住校生一律住校嘛，我這個店佢下有千多年來看，因多年啦，佢下一看多年看我就想，原住民身體安好，體力嘛好，我就想成立一個原住民的拳擊隊，佢下我有64年開始就慢慢地搞一點，冇一個迄熟悉個年代冇嘛個適合做啊，所以我要搞一點練拳擊，到68年我正式喺學校服務佢下，有到學校申請講我成立拳擊隊好嘛，安尼就成立一個原住民的第一支拳擊隊。我哋咧東光教練嗬，唔單止睇我哋68年，都其實嗰時間，同時我哋台灣佢早期嘅時候都成立我哋咧拳擊隊，同時我哋東光教練嘛得到我哋體育推數推展到嘅建設，就像我哋今日掛喺後部嘅一個牌樣哦，其實係冇簡單咧，因為今日我哋看到講我哋台灣嘅運動地位嗬，幾多嘅拳擊有部分都喺我哋嘅原住民。我哋原住民嘅朋友，也俾體質嗱冇落體力上面嗬，嗰時聽我哋咧拳擊隊裏面大部分看到係啲原住民，但是我想要請問一下，因為頭人同我講，其實人都認為講原住民嘅體格啦，和體力嗰條其實幾適合打拳，做乜嘅喏？做乜嘅也部分我哋原住民朋友嘅表現都過好咯。平常時候我記下高中邊啲原住民強下特殊啊，伊哋咧運動各方面哦。清楚，不過體力也好，身材嘛清楚，個有爆發力，所以講我要想練看練起來嘛，所以我要嘗試就按呢開始慢慢地搞，都基本動作的慢慢地搞到會打，按呢。我想請問一下志群先生，因為講其實你這個嘛係對爸爸咁樣接班我哋女浦農工嘅拳擊隊嘛，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因為頭先我哋有講到講。原住民其實也睇下經驗，睇我哋咧拳擊隊唔管係細啦還是細模來講，其實表現幾好。一般來講，打拳擊的人，我認為嘅身體嘅素質最適合打拳擊啦。我覺得是他的基本的能力都要有了哈，速度啦，那些體格身材。但是我們拳擊項目是屬於那種爆發力型的，因為時間很短，一個回合只有3分鐘，所以他的那個
这个爆发力、速度、反应敏捷要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们不是像那种马拉松的长时间的项目，好那种可能是耐力要比较好，但是我们是属于那种要间歇心肺耐力要很好，而且那个肌肉的爆发力要很好的这种选手的话，会比较适合。哦，伊希望讲睇下3分钟地步，伊可以把伊的体力维持到最高峰的伊的形态、伊的体质来讲，把最适合打拳击。係啊，咁我想問下董光先生，因為其實嘅時間，唔即係哋托學生嘅時間啦，嗬，唔好用嚟托學生嘅呀。譬如講，用學生嘅適合打拳擊，有時候唔適合。給他來訓練一段時間，給他又可以是慢慢的選一個，第一個要本於有興趣嘛，呢個最重要有興趣。重要。第二個哦，他的身材。因为我哋打拳击有分体重啊，哦，你的身材适合打哪一个量级，我们就挑他的那个身材，哦，最重要要他的学习态度啊，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要敢打，不要怕打，哦，然后选了以后，然后跟家长哦拿个同意书，让他们同意入队，安尼欢喜来。這當然可以講3個條件啦，體力要有興趣，哦，佢最重要，因為冇興趣嘅話，唔用嚟去教嘅嘛，冇得講。聽一路身體嘅素質的部分，就想問一下講，到底拳擊要過個人還是過唔過人？哦，各有各嘅打法，各有各的好處，愛有愛的好處啦。所以就多少就是練到你的程度，練得怎麼樣？哦，嗰種身高唔係最重要嘅條件，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體能、體力一定要好。像頭我哋董光先生講到講，譬如講要愛3分鐘以內有爆發力最重要嘛。嗰種像按嚟訓練嘅嘛，對成人嚟講，按用嚟訓練啊，平常一隻表冇，還是講我哋都係3分鐘以內佢夾去打拳啊。平常時間第二就是練體力哈。第二哦，譬如說我哋在技術訓練的時候哈，譬如打沙袋啦，我們會有打20秒的衝刺，哦都不能休息，或者30秒的衝刺休息5秒，你就是他的爆發力的訓練。因為我有去看過人訓練啦哈，幾時都發覺到講，遇到聲音咧哈，你講20秒嚟講，因為其實要持續20秒真係有啲冇簡單。尤其我看到有的聲音要舒緩我拿啞鈴啊，好，可是啞聲沒有吼，實在是怪缺，然後都躺到心上講，哎，這個手啊放下來了哈，可是啞鈴嘅持續嘅一啲訓練，係咪對選手來講最重要咯？很重要，練習的肌耐力。肌耐力，你當時比賽嘅下，哦，有的你係哦，你覺得沒有肌耐力啊？我們練這個20秒、30秒的。上去的就是連擊的動作很重要。連擊的動作打死也最重要。你連擊的時候，說不定就馬上可以把選手打下來啊。嗰時可以我能講堅持20秒一件事情係算係啲最重要嘛，係最基礎嘅。但是問題係嗰種像一啲聲音嘅能力要去，嚇，而冇辦法做到安尼吧？按用慢慢的俾一步一步訓練。那些係有分段。練國球啊，就都要練。起初剛剛練習的時候，我們會有最基本的動作，最基本的一些課程的訓練啊。好，嗰時咪係一步一步嚇，團隊也為一啲體質嚟講。但是我想問下諮詢教練，因為其實更加生意嚟講，同我哋30年前、40年前生意已經冇咁樣啊。佢30年前生意可能能夠吃苦耐勞，更加生意嚟講，咁樣按好訓練。真的是好像我現在在學校已經服務了有20年，那20年前那時候教的小朋友跟現在其實真的是有不太一樣，因為可能大環境的因素哈，說，我剛開始去的時候，其實我是比較嚴厲、很嚴格，好，很嚴厲的。那時候小朋友真的服從性也比較高，然後也比較吃苦耐勞。那現在的話，可能我們在訓練的時候，要比較多一點鼓勵，然後慢慢來。對，以前是命令式嘛，我叫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那現在就可能循序漸進，然後他如果真的做不來，可能再跟他鼓勵他，不然他如果太兇的話，可能就不練了。對。
可是等于如讲，其实人家的生意呢，要用鼓励的性质哈，以前是用喊的的，好用骂的的哈，生意呢，话我但是人家生意呢，有时要用鼓励的方法。咁真系伊其实佢我哋地方其实也经验喺女仆农工嘅伊啲成绩幾好。咁從安尼嘅訓練嘅結果地方，係因為我哋嘅生意呢，佢地講，其實也係伊哋佢創業嘅出路，還是講伊哋真係對一件事情佢有信心咯。同我教練只有意義。第一咧話我鼓勵學生咧嚇，練強嘅對你的升學很有幫助。哦，練到哈，我們推薦到體育，以前係體專啦，現在在體育學院，現在改為體育大學啦。所以說有興趣嘅學生咧，如果講認真練習，我鼓勵佢繼續升學，繼續練，哦，說不定你到了大學，哦，選上國手，就代表國家出國，然後畢業以後可以考體育老師啊。嗰時等於如講，其實嘛係伊啲幾好嘅出路啦，嗬。嗰時大看見一件事情，唔單止可以改變我哋泰武三強我哋偏向主題嘅伊啲出路，同時嘛變嘅生意呢更有自信。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嘅副董講，還有富智權量嘅教練嚟到現場，亦同我哋講，當初做乜我成立我哋女僕農工嘅拳擊隊，我想請問一下嘅智權教練嗬，因為你這個後來接嘅爸爸嘅啲拳擊隊嘛嗬，我想請問講，其實係哪位對打拳擊一件事情有興趣咯？係爸爸逼的，還是講這個本身就有興趣咯？其實一開始小時候都沒有接觸拳擊，雖然說爸爸是教練，那因為小時候爸爸想說讀書比較不會那麼辛苦，所以從在高中以前幾乎都是在升學班。那在高二的那一年，那時候叫區運會，現在叫全運會。那屏東縣超重量級有缺一位選手，那時候我快110公斤，很胖。然後我爸爸就說啊，不然就去報看看好了，嘿，反正沒有人嘛，就報看看。然後所以我就練不到1個月吧，就是那時候我讀美和中學，然後放學完回到家，爸爸就稍微練一下，拿個手把讓我打一打，然後就報名區運會，然後就上戰場了，就上去打比賽了。對，那因為個性比較不服輸了，所以第一場還讓我打贏了。那第二場的話就遇到一個老選手，然後我就輸掉了，但是也有拿到了一個名次啊。然後後來就參加那個運動肌肉的保送考，因為我速度都還行，然後就考上了這個體育學院，然後從此就開啟了我的運動人生。對。但是你談好來幾奇妙啊！你講伊從來冇只是冇練習過，嚇，然後因為也要我哋講體檢，嚇，可以去參加嘅兩級，嚇，同時去練習一下。但是我想請問講，唔凡是有看過爸爸打拳？沒有看過爸爸當選手，對，但是看過爸爸在指導學生，這樣。嗰時候幾時係爸爸教我們的時間，這條事情對你來講唔會唔生疏。是不會很陌生，但是畢竟，沒有接觸過的時候都只是在看嘛，然後自己親身去參與的時候，發現不一樣啊，對。但是你做乜都太學以後，你把行一條路咯，其實可以先培養，比如說打棒球啊嘛之類的，做乜後來還是選了一個拳擊咯。因為我考上哈，它是有專場，那考上我就是拳擊專場，進到體育學院，所以。進到體育學院之後，我們下午的話幾乎都是專長訓練。那像說有棒球隊、有田徑隊，他們就是一考試的時候，你是選擇什麼項目進去，你就在分屬於哪一個團隊。那我因為進去的時候是拳擊，所以我就加入拳擊隊的
训练这样子。但是头先我哋咧同讲教你有讲啊，其实也系得过说训练咧，伊的运动啊，尤其是这个算是半路出家呢，吼，半路出家，你这个没完事训练呢，其实一些时间，也要体能啦、技术啦，听得懂吗？其实跟不上，进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队上几乎都是全国冠军或者是国手那些学长同学，所以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很辛苦的。从一个身份就从一个读书型的学生，然后切换变成说是一个运动员学生。那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晨操，对啊，然后早上都是体能的训练，那一开始都跟不上。很痛苦啊，很痛苦，对。然后下午就是技术的训练。那下午的技术训练，除了这个技术之外，可能还有对打。那1年级大一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被学长揍啊。那时候其实很痛苦啊，其实也有曾经产生过，那我干脆重考好了，反正我也考得上大学嘛，好啊。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几乎每个礼拜都上来台中来陪我，然后来鼓励我、安慰我。那好不容易大一熬过去之后，就觉得比较能够适应了，啊，就再也没有那个思维说，我不要读了，就比较稳定下来了这样子。今年好多爸爸在现场，好，我想问一下讲，其实是之前考上体育的学校时间。应该讲，其实人这个位很去通美国，其实美国上来的南部算是最有名的一个私立学校哈。其实我通美国，我希望讲，大部分如果希望讲，可以去考台学校哈。喺度之前因为安尼关系，通过一啲我哋讲体育嘅大学，对你来讲，也係你这个当初有想到嘅一条路，还是讲冇想到一条路？我冇想到讲，要练起来大学以后出来要做白嘅啦。啊，记下伊。伫迄个出国亲戚股，每礼拜六有一陪，明年又打电话过去，陪妈妈即叫讲伊要重考，哦，啊，我们1年，我每个礼拜假日都去陪他，陪到大一毕业，接下来我伫左营国训队做国家级教练，啊，今年的暑假我又帮伊。去地方练习，接下来我哋准备第9届的亚青青年杯锦标赛，哦，啊，有请一个外籍教练，啊，伊就强下练咧吼，个外籍教练，我喊伊就正式国手比赛啊，哦，啊，练咧差不多1个月，哦，我哋比赛是9月份嘛，啊，8月份就练，啊，个外籍教练就喊伊就个。正是他的同一个量级的那个国手比赛，结果在这练习打的时候，那个国手有自己击倒了，那个菲律宾教练那个外籍教练就换名单，换他代表，按尼啦，哦，可是其实像这个唔单止讲，因为这个职群教练伊下适应的无好，嗰种花1年的时间，每个礼拜都上去看伊但是同时嘛，有啲机器讲带去人哋做样去同人哋几时间的国术，强下来培训，但是冇想到人的职群教练变成一个真实的教练，可是蛮记得佢发嘅情形嘛，因为人哋谈好来讲，算是个鬼神奇的一个故事呢。对啊，就。大1升大2的暑假，然后因为爸爸那时候在国家队在带国手，那一年因为有亚运会，爸爸在里面当那个国家队教练，那刚好那个暑假也是亚青，刚好在台湾举行，那时候是一个菲律宾的叫卡利万教练在那边也是在带队。那亚青其实已经选拔完了，就青年队的选手都在里面培训了。那他放假，爸爸就说啊，那个有一个外籍教练你要不要来跟外籍教练学？难得进来，然后也觉得有点被拐进去啊，就进去就练啊，练，然后后来那个菲律宾教练就问我说几公斤，叫我去量看看。然后我那时候大概90公斤，他就叫我跟那个重量级的90公斤左右的选手有2位，就跟他们对练，啊，结果就打，
啊，就像我刚才讲的，说我个性比较不服输，要打我就一定不会跟你客气了，就跟他们就来过招。结果那2位重量级的，就其实已经是正选的选手，2个都被我击倒啊。然后那个菲律宾教练就觉得，你们为什么你们台湾有这个量级的不错的选手啊，你们为什么没有选他出来打？然后后来那个外籍教练就跟协会那边讲说我要这个，然后我就被扣留在我的暑假就在国训中心，对，就在那边训练，然后后来就去打亚青这样子。但是还没因为给白的经验，比如对自己可以打拳击这件事情，也有自信。经过这2个月的这个高强度的训练，还有国际赛的洗礼，那真的是对自己的自信还有自己的技术各方面都有很显著的一个自信，那也真正有提升了。那所以到暑假结束，然后开学就进到大2了，然后进到大2的时候，那时候跟学长对打，发现不一样咯，1年级都是被学长打好玩的，2年级之后，我们可以来 PK 了，对，我也不会落于下风这样子。对，过迄个暑假子群教练都无咁样的人个像安尼的情形来讲的话，你这个我们讲后来你这个毕业以后，其实因为有得过奖嘛，变成有学到一啲学分，嗰时候其实可以到地方可以去做教练。其实做嘛，我选到贵人女仆做教练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其实年纪也有了，那大概有在多少年会退休，大概自己可以算得出来。那自己拿到这个所谓的教育学分，可以来考老师啊。其实我觉得那一切都是老天爷的安排，因为那时候内埔农工也成立了体育班。那因为爸爸在那边带队带很久，所以项目里面就有一个拳击的项目，那他会招聘老师，那我就有招聘，然后我就去考，然后也顺利的考上。其实最大的原因是我不想要让内埔农工的拳击队就在爸爸可能退休之后就结束掉，那很可惜，非常可惜。其实这子群教练家庭我鼓来内埔农工的时间，你这个要感觉怎样呀？一下毕业以后就去学校实习嘛。我们都成立体育班招考，你學校有拳擊、舉重、田徑嘛，要招考專任的體育老師嘛。我記下考入來我心裡當然挺歡喜啊。有你接班，我就可以安心退休了，安尼啊。可是其實子群教練鼓來考試的時候，其實唔係佢挑的啦。但是問題係鼓來同爸爸做事。我感覺到講，會有壓力嗎？壓力也是會有，因為畢竟這個隊是爸爸創的，而且有那麼多年的歷史，而且戰績也不錯。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個性上兩個都是比較衝的個性，然後觀念這個世代的這個在觀念上會有一些衝擊，所以到剛進去，其實講真的也是磨合很久，經常會有一些這個意見不合啊、吵架都會有。對，雖然講子群教練最尾還是歸到我的內埔農工，但是也中間子群教練的身體出了一些問題，都係乜個問題呢？阿英會解決呢？下一段節目我哋馬上同講。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來自屏東嘅東光教練同我哋嘅子群教練，同人講，一樣嘅帶我哋嘅內埔農工嘅拳擊隊嘅
或者请问一下动工教练哈，因为其实这咨询教练已经有讲到讲，当初迄个因为你即个吼，佮摕太医的时间，吼，摕过鼓励，同时又摕暑假时把伊带去同人哋国术去下培训嘛，然后慢慢又得到一个过好的成绩，然后故所以呢，慢慢来规律行业条路，然后最尾又可以接人帮的吼，同时把我哋女仆农工嘅经济对接下去。佮对伊的爸爸来讲啊吧，我因为讲。从细人的行业条路，同时今仔对向下接的拳击队，佮多少爱下一辈的拳击队的伊的方向，爱唔通伊还是以通的咯？其下哦，轻度摩擦啦，这种摩擦，因为我哋其下练的方法哦，就算是那个土法练个安尼啦。哦，而且之前在大学有受过大学教育，又是有学过运动训练科学方法哦，所以练的方法不一样。哦，明白我为了要训练方法，我发生冲突，把2-3日冇讲话冷战啊，安尼。但是还是遇到我哋的学生的好啦吼。但是佢讲，我哋去讲起差不多2016年嘅时间，子权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好啊，嗰时间系乜嘅原因咯？2016年那时候就大概5月份的时候，就觉得脖子这边有那个好像有肿胀的感觉，也去看医生，医生就开消炎药给我吃，吃完之后，就感觉就好很多。结果在7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选手叫赖祖恩，有拿到奥运的参赛资格，那我们就被调进去里面协助训练，那个感觉又再一次的发生。然后后来去看医生，不一样的医生，医生就叫我去做检查，到了高雄的长庚。那做了检查，做内视镜，然后发现有东西哦，然后做了切片，经过1个礼拜去看报告，报告出来就是鼻咽恶性肿瘤，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鼻咽癌这样子。那其实这系去都去啊？经过了一连串的检验，骨骼啊各方面的扫描这些，最后判定是第3期。嗰时马上其实严重的吼。那其实用去处理呢？在大概后来就是医生他们的会诊哦，血液肿瘤科，还有那放射肿瘤科，然后有讨论出一个治疗的计划，然后就是有那个放射线治疗，也就是电疗啊，还有所谓的化疗，前后大概做了有半年。但是从安尼一般来讲啊，对癌症的治疗来讲嘛，其实有时个对人体的伤害嘛过大啦吼。其实现这个身体有产生变化，比如讲体力变得过弱啦，无啦呢。那个时候在做治疗的当下，有一些副作用会发生，就像说体力会变得比较差，然后就像说在做电疗，那个因为是照的地方是头颈部，那口水越来越少。后来没有口水，然后还有像说这个味蕾，最后吃东西是没有味道的，对。那其他的部分，像说有些大部分的人都应该会有一些口腔啊，或者是食道啊的溃疡，那有的没有办法吃，都需要用鼻胃管。那还好，那个因为我有宗教信仰天主教有祈祷，所以反倒这个没有发生。就是还能吃东西，但是其他的后遗症其实副作用也是让我蛮不舒服的啦，但是还能坚持。那更加大部分处理起来啦吼。对。那所以，可是我其实有想讲，刚俺能啊，如专心去请用，如何啊，每去打拳击的，那个时候有这样的想法吗？其实也没有啊，就是因为学生还在学校哈，心都一直悬在那边，就说我都想我没有去教那些小朋友怎么办，有没有人照顾啊，怎样？是爸爸那时候很辛苦啊，就是也要帮忙照顾我，载我去做就是尤其做电疗的时候是每天要去做，去长庚，来回就2个小时，然后下午就要帮我去学校去帮我带学生。那时候其实爸爸很辛苦，我自己的心也是悬在那边，没有想过说就不带了。倒是爸爸那时候想说啊，你得癌症的，你好好休息啊。如果拳击真的没有办法，就不要。爸爸还有这样劝过我，但是我自己是没有想说要放弃。是啦，
4年的时嘛吼，比如我睇學生嘅幾片啊，爸爸時嘛，比如我睇4年嘅幾片啊。可是佢睇你的，你這個感覺到心情樣啊？一下以得到那个别人好，一下没有办法接受啊，伊也冇不良嗜好啊，哦，一下啊就想的拯救啊，免得有雷公了，全局放掉了，哦，好了以后，你身体好的时候就回去当你的体育老师就好了，我就给他这个建议而已啊。好彩我哋咧子權教練冇放棄啦，因為佢子權教練後來喺10年以內得到我哋3個我哋咧全聚獎，好多見我哋看到嘅運動教練獎。啊，其實我哋現場有4個，第一個係我哋東港教練啦，其他3個係我哋咧子權教練。好彩伊冇放棄，也為伊嘅運動。當然係因為也一路後面都有我哋咧爸爸東港教練一直在支持，唔單止講佢是咧喺讀書嘅時間，我哋後來伊身體又得到癌症嘅時間，一路後都在支持我哋咧子權教練。咁想請問一下東港教練，因為像這個已經培育出咁多位我哋講奧運的選手啦，和亞青杯的選手啦，咁重要的選手地方，你這個有印象過什麼的選手？哦，印象有一個原住民，國中2年生，因為拜下課以後坐落來繼續練習，哦，啊國中畢業的，以後來托內部當國參加拳擊隊，啊，佢下國中已經練過嘅嘛，所以第一次比賽哦，高中時代哦，冠亞軍時常拿了，哦，幾乎都是很強的選手啦。啊，到了畢業以後，我就向協會推薦他到左訓國家培訓隊去那邊受訓啦。哦，那時候1988年漢城奧運，奧會給我們一個名額，60公斤級的選手，剛好那個學生是60公斤級。台灣經過3期的選拔，他3期都打勝，最後就選上了。他在比賽的時候，從頭到尾都沒有停，就是抽籤不好。第一場就碰到意大利的金牌選手，假如他的抽籤運氣好的話，分開的話，說不定他會得名。因為其他的選手和這位意大利選手打，沒有一個打完3回合，只有我那個學生和他打完3回合。啊，然後退伍以後，那時候退伍以後，他國家是沒有很照顧選手，應該繼續培養的。啊，這個選手是很自主的，很會，他的打法真的很強，體力又好，哦，所以說現在在台灣的要他跟他打的人，可能沒有打得過他了。可是現在台灣的選手也是越來越進步，也是進入國際的那種水準了。冇唔錯，吼，其實就同我哋東港教練講嘅，因為其實嗰時間吼，至少要有一啲這個嘅練習，吼，同時這個體質歸好，這個嘛訓練嘅生意來講嘛，其實困難啲，好，但是更加來講嘛，因為是體環境過好嘅，吼，體環境過好，其實幾多地方可以去訓練，嘛，其實我哋更加嘅學生嘅地方嘛，幾多會對拳擊一件事情佢有興趣。咁子權教練咯，你這個有印象過什麼學生嘅冇？一個從恆春來的那個女生，啊，那時候是因為我有一個以前在國家隊帶過的選手，在恆春開了這個一個健身房。那他有一天打電話給我說：“老師，我有一個學生哦，女生身材不錯，但是她的那個反應哦，各協調可能沒有那麼好啊。”我也問他要不要練看看，他說好。那我就說好，那我就下恆春去看看。結果發現身材真的很不錯。然後我問他說：“你要不要練？”他說好啊。然後後來他國3畢業就來到內埔農工讀，常常訓練一半他就哭了，有可能是表現不好，或者是被我念、被我罵這樣子。那到高2之後就開始比較穩定一點了，那也越練越好，越來越有自信了。好，那從高2開始他就在全中運就拿金牌，那到高3也是拿金牌。那因為他這樣的表現，讓學校的老師校長覺得說他真的這個孩子不錯，然後家境又不是很好，出身背景不是很優渥。那剛好有一個獎項叫總統教育獎，很像蠻適合他去可以推薦他，因為在逆境中奮發向上。那經過學校的推薦，然後經過這個初審、複審，結果最後他真的得到了總統教育獎這個殊榮哈。
那全校其实都很开心，小朋友很开心，妈妈也很感动，然后，那他后来也顺利的考上了这个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目前在念大一。那这个孩子是让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唔单止喺我哋东国教练同我哋志强教练分享嘅故事地方，我發現到講，其實對我哋嘅偏向嘅生意人嚟講嘅話，嗬，有時候我哋冇按多能力去讀書，嗬，但是可能有運動嘅一啲機會嘅時間，運動嘛係一啲行出自家人生一啲佢重要嘅一條路啦，嗬。但是一部分也想要參與一下我哋東光教練講，可能當初嗬，因為路我哋講，嘛係有人教我們打拳，好打拳嘅，後來路慢慢的這個有練，然後有人看到，好，然後你成立你的拳擊隊，但係後來冇想到，這個拉嘛行上一條路。可是你這個嚟想講，拳擊對你來講嘅話，係啲乜嘅意義嘅一個運動啊？拳擊啊，對我哈也是我一生中最喜歡的運動啊，哦，到現在我也是把拳擊當作健身的運動，哦，我也沒有想到我行一條路了，我沒有想到了，就也順利讀大學，順利就考上體育老師的，然後就來接我的棒，可是等於你講一開始係這個興趣，但是冇想到其實改變了你這個同生意的命運。啊，志強教練咯，你這個認為拳擊對你的人生來說是個什麼樣的角色？現在因為也當老師也當教練了，我一直覺得說拳擊是我一生的職志啦哈。那我想一生就奉獻在這邊，因為我們那邊有太多的這個比較弱勢族群的孩子，我希望透過拳擊，透過教育來改變這些孩子的人生，能夠翻轉他們的人生。那也真的如此，有很多的學生因為拳擊，他們上了大學，甚至有的當了國手，那有的當教練，有的當老師，有的也念研究所。那因為現在運動產業蠻蓬勃的，除了學校的老師教練之外，他們還能在健身房啊、拳館當教練，所以現在出路也越來越多了。如果他們沒有接觸這個運動的話，因為很多都是弱勢嘛，所以課業上面可能沒有那麼好，那他們可能就會否定自己，或者是可能高中讀完就不讀，甚至國中讀完就不讀書了。那我覺得我很想要透過拳擊、透過教育來改變這些孩子。或者看下今日節目，觀眾朋友有冇發現到講，其實拳擊運動，我哋講嘅打拳，唔單止係一個運動，今日嘛，比如我哋嘅東光教練同我哋志強教練，變成我哋嘅父子共路，同時嘛，比如我哋偏向嘅生意咧，行出人生嘅一條新路。今日感謝兩位來到嚟現場，同我分享到嘅拳擊人生。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休息一下喎，聽下啲先生來拳擊運動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